天堂的福音和天國的福音有何分別？馬太福音13章53節至14章36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8。各位弟兄姊妹，主裏平安，歡迎來到麥子真理頻道，一個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的基督信仰分享平台，希望能幫你行窄路，進天國。歡迎大家點讚、分享和訂閱。門徒訓練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每月第1日或第16日左右發佈。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我們已經完成了第13章關乎天國的比喻，繼續第14章前，先要弄清楚天國福音和天堂福音有何分別。第一點，天國福音的起源和定義。第二點，猶太人信仰上的失敗，導致天國計劃的改變。第三點，基督啟示天國計劃中，忠信的基督徒要經歷的4個階段。第四點，天堂的定義和天堂福音的起源及總結。第一點，天國福音的起源和定義。聖經記載的天國福音是始於創世記亞伯拉罕時代，是神與萬國萬邦子民同在的福氣。引述加拉太書3章8至9節。並且聖經既然預先看明，神要叫外邦人因信，正確翻譯是忠信稱義，就早已傳福音給亞伯拉罕，說萬國都必因你得福。久可見那以信，正確翻譯是忠信為本的人和有信心4103faithful忠心的亞伯拉罕一同得福。注意能得着這福氣的人，是像忠心的亞伯拉罕一樣，對神忠信的基督徒，而忠信的對象是基督，正確來說是忠信於基督的一切教導。引述新譯本羅馬書10章17節，可見信心，正確翻譯是忠信是從聽道來的，聽道是從基督的話來的，一切人意念的信心、信靠等等，若不是回應基督親自在4卷福音書內的教導，都是與能稱義得救的忠信無關。天國福音的內容是來自天父的命令，也是基督徒受審判時的基礎。引述使徒行傳3章22節，摩西曾說，主神要從你們弟兄中間給你們興起一位先知像我，凡他向你們所說的，你們都要聽從。23凡不聽從那先知的，必要從民中全然滅絕。引述約翰福音12章47至50節，47若有人聽見我的話不遵守，我不審判他。我來本不是要審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48棄絕我，不領受我話的人，有審判他的，就是我所講的道，在末日要審判他。49因為我沒有憑着自己講，唯有差我來的父已經給我命令，叫我說什麼，講什麼。50我也知道他的命令就是永生。故此，我所講的話正是照着父對我所說的。將來基督第2次降臨審判時，基督必定按天父的旨意審判，就是天父命令基督親自在4卷福音書內教導的一切真道，而基督必定不會理會神學家的學說和應許。引述約翰福音7章21至23節。
21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22當那日，必有許多人對我說：主啊，主啊，我們不是奉你的名傳道，奉你的名趕鬼，奉你的名行許多異能嗎？23我就明明地告訴他們說：我從來不認識你們，你們這些作惡的人，離開我去吧。聖經中的永生，是指神容許基督徒藉遵行神旨意而達至與神在屬靈上連結的關係。詳細分享請重溫馬太福音06，先求他的國和他的義部分。天國和神國是同義詞，天國福音在聖經中有不同的稱呼。引述馬太福音3章2節：天國近了，你們應當悔改。引述馬太福音4章23節：耶穌走遍加利利，在各會堂裏教訓人，傳天國的福音，醫治百姓各樣的病症。引述馬可福音1章14至15節：約翰下監以後，耶穌來到加利利，宣傳神的福音，說：日期滿了，神的國近了，你們當悔改，信福音。引述路加福音4章43節：但耶穌對他們說：我也必須在別城傳神國的福音，因我奉差原是為此。引述使徒行傳10章36節：神藉着耶穌基督傳和平的福音，將這道賜給以色列人。引述使徒行傳20章24節：我卻不以性命為念，也不看為寶貴，只要行完我的路程，成就我從主耶穌所領受的職事，證明神恩惠的福音。引述羅馬書15章19節：甚至我從耶路撒冷直轉到以利里古，到處傳了基督的福音。引述以弗所書1章13節：你們既聽見真理的道，就是那叫你們得救的福音等等。從以上的經文中可以知道：第一，天國和神國是同義詞，而天堂是另一回事，稍後會分享。第二，天國福音，神的福音，神國的福音，基督傳的和平的福音，神恩惠的福音，基督的福音和得救的福音是同義。第三，福音是指天父命令基督親自教導，就是現在記錄在4卷福音書內的一切真理，是關乎神與萬國萬邦同在的天國計劃。但現代坊間流傳的是似是而非的基督信仰，這些信仰是出自各門各派神學學者、人意念的論述，當中常常借用基督之名，卻無基督親自教導的真理為信仰磐石，很大機會是稗子信仰，都要避開。不要驚訝，因為從第1世紀已有假福音出現。引述加拉太書1章6至9節：我保羅希奇你們這麼快離開那藉着基督之恩召你們的，去從別的福音，與基督在4卷福音書內親自所傳講不一樣的道。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引述
提摩太後書4章3至4節。因為時候要到，保羅2000年前說：人必厭煩基督純正的道理，耳朵發癢，就隨從自己的情慾，按人的喜愛，增添好些師傅，並且掩耳不聽真道，偏向荒渺的言語。第四，耶穌基督曾親自教導，只要對比終極得救的法則途徑，便可分辨真假基督信仰。引述馬太福音7章21節：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進天國，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天父的旨意，就是天父命令基督親自教導的一切。第二點，猶太人信仰上的不忠信，導致天國計劃的改變。引述出埃及記19章5至6節：如今你們若實在聽從我的話，遵守我的約，就要在萬民中作屬我的子民，因為全地都是我的。你們要歸我作祭司的國度，為聖潔的國民。引述申命記7章6至8節、28章10節：因為你歸耶和華你神為聖潔的民，耶和華你神從地上的萬民中揀選你，特作自己的子民。7耶和華專愛你們，揀選你們，並非因你們的人數多於別民，原來你們的人數在萬民中是最少的。8只因耶和華愛你們，又因要守他向你們列祖所起的誓。28章10節：天下萬民見你歸在耶和華的名下，就要懼怕你。在神的計劃中，亞伯拉罕的後裔以色列人是被揀選成為祭司的國度，也就是神和萬國萬邦之間的中保。但以色列人一直只有肉身上的信仰，而屬靈上沒有像亞伯拉罕的忠信。所以耶穌在馬太福音宣告：天國已近，應當悔改。和傳天國福音時，起初只向猶太人傳，而不向撒瑪利亞人和外邦人傳。神仍然揀選他們成為祭司的國度，但由於大部分以色列人拒絕他們的彌賽亞王耶穌，於是福音開始傳向外邦人。神改為選擇信從基督，並有亞伯拉罕忠信的人取代以色列人的祭司國度。在基督第二次降臨，親自管治萬國萬邦時，這些忠信的基督門徒成為神和基督的祭司。所以現在是基督在招聚忠信祭司的時期，而不是招聚人進什麼天堂。神已對選擇聰明的人定下了判決。這句經文是給新約基督徒的一個警告，勿重複錯誤。現代坊間的恩典神學盲目過分高舉神在新約的恩典，以為神會特別加恩，優待新約的子民。只要信主，神必定保守終極救恩。但保羅警告外邦基督徒，引述羅馬書11章18至21節：18你外邦基督徒就不可向舊之子猶太人誇口，若是誇口，當知道不是你托着根，乃是根托着你。指創世紀22章18節：萬國都必因亞伯拉罕的後裔得福，因為亞伯拉罕聽從神的話。19你若說，那之子猶太人被接下來是特為叫我外邦基督徒接上。20不錯，他們因為不信570 unbelief， 所以被接下來。你因為信，正確翻譯是忠信4102，所以立得住。你不可自高，反要懼怕。21神既不愛惜原來的枝子猶太人，
也必不愛惜你外邦基督徒。所以新約基督徒勿重複錯誤、不忠信4102，不遵行基督在4卷福音書內親自教導的一切。所以基督徒不要重返當日亞當、夏娃和掃羅王的屬靈錯誤，就是聽從人的智慧言語，而不聽從神的話語。第三，基督啟示。天國計劃中，忠信的基督徒經歷的4個階段。第一階段，這段時期基本是傳講基督的福音，招聚願意跟從基督的人，執行大使命作門徒，成為忠信的天國預備役祭司，就是遵行天父旨意成為真門徒的人。第二階段，基督第2次降臨前死亡的忠信基督徒，他們的靈會聚集在一個歇息的樂園區，其他則歇息在一個受苦區。參考路加福音16章19至31節，財主和拉撒路的相關經文。注意，在這個歇息階段當中的樂園區，不知是否在天上。第三階段，當基督第2次降臨時，地上還沒死亡的忠信基督徒和第2階段中已死並聚集在樂園區的忠信基督徒，被提到半空與主相遇，等待最後3年半神烈怒的7碗過後，會與基督一同降臨地上。他們有復活身體，作神和基督的祭司，輔助基督作萬國萬邦的王1000年。啟示錄20章4至6節。注意，這個階段是有新的身體，但只賜給基督第2次降臨時，憑藉忠信而稱義的真正基督門徒，他們是生活在地上，而不是生活在天上。第四階段，基督作萬國萬邦的王1000年後，新天新地降臨在地上，輔助基督作王1000年的忠信基督徒祭司，直入新天新地，不需經過白色大寶座大審判。啟示錄20章11至21章2節。注意，這個階段仍是有新的身體，他們是生活在地上，而不是生活在天上。第四，天堂的定義和天堂福音的起源和總結。天堂一詞在和合本只出現2次，出現在希伯來書9章24節和彼得前書3章22節，都是指基督升天後要去，就是神寶座所在的至高天。天堂正確翻譯是天3772 Heavens 天，不論在舊約或新約，天都是複數，而保羅揭示天有3層：白雲所在、宇宙星體所在和神寶座所在之處。引述哥林多後書12章2節，我認得一個在基督裏的人，保羅自己，他前14年被提到第3層天上去，或在身內，我不知道；或在身外，我也不知道，只有神知道。坊間流傳的天堂福音起源不太清楚，應該是始於宗教革命前的天主教時代。現代坊間流傳的天堂福音是只要信主，死後便可以上天堂3772 Heavens 天，返天家，有不朽壞的身體，和家人團聚等等。傳說中在天家，天堂是有不朽身體，但在前面所提及第2階段的樂園區是沒有新的身體。第3階段是要經過基督的審判，按羅馬書8章28至30節揭示，神揀選和預定能稱義並有復活身體的基督徒，是愛神、遵行神旨意和效法基督的真正門徒。
同時，基督已親自在馬太福音7章21節說明，唯獨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進去天國。這些能進入天國、得復活身體的基督門徒，是生活在地上，而不是在天上。同樣地，第四階段是有復活身體的，但是生活在地上，而不是天堂福音傳說中是在天家的天堂3772 Heavens 天。總結：天堂福音中的天堂，是人的意念，加上從聖經中尋找幾個合心意的詞語，拼合而成的天堂福音。基本上，這個為人而設的天堂，在聖經中是不存在的。簡單來說，在天上而又有復活身體的天堂，是聖經從沒有應許和啟示的傳說。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8第7部分敘述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的衝突，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的忠信14至17章。第一敘述13章53至14章36節，13章53節至13章58節。耶穌受家鄉厭棄他。14章1至12節，希律殺害施洗約翰。14章13至21節，耶穌行餵飽5000人的神蹟。14章22至33節，耶穌在水上面行走的神蹟。14章34至36節，耶穌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查經13章53至13章58節，耶穌受家鄉厭棄他。53耶穌說完了這些比喻，就離開那裏。54來到自己的家鄉，在會堂裏教訓人，甚至他們都稀奇，說：這人從哪裏有這等智慧和異能呢？55這不是木匠的兒子嗎？他母親不是叫瑪利亞嗎？他弟兄們不是叫雅各、約西、西門、猶大嗎？56他妹妹們不是都在我們這裏嗎？這人從哪裏有這一切的事呢？57他們就厭棄他。耶穌對他們說：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58耶穌因為他們不信，570 unbelief faithfulness 不忠誠，就在那裏不多行異能了。簡略查經13章53至13章58節，耶穌受家鄉厭棄他。耶穌結束了天國的比喻講論後，回到家鄉拿撒勒，仍然在會堂裏教導人。經文中，智慧是指耶穌的教導，異能是指耶穌所行的神蹟。大凡先知，除了本地本家之外，沒有不被人尊敬的，是當時一個諺語，如同中國的諺語：本地薑不辣。這些人的不信是刻意的。這不是木匠的兒子嗎？這些人卻因為耶穌是出身木匠的家庭，沒有受過律法教師拉比的訓練，而懷疑和拒絕他，厭棄他。原文意思是因為他而被絆倒，只因着耶穌的出身而被絆倒。查經14 1至12節，希律殺害施洗約翰。因那時，分封的王希律聽見耶穌的名聲，意就對神僕說：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裏面發出來。3起先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把約翰拿住鎖在監裏。4因為約翰曾對他說：
你娶這婦人是不合理的。午希律就想要殺他，只是怕百姓，因為他們以約翰為先知。6到了希律的生日，希羅底的女兒在眾人面前跳舞，使希律歡喜。7希律就起誓，應許隨他所求的給他。8女兒被母親所使，就說：請把施洗約翰的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我。9王便憂愁，但因他所起的誓，又因同席的人，就吩咐給他。10於是打發人去，在監裏斬了約翰，11把頭放在盤子裏，拿來給了女子，女子拿去給他母親。12約翰的門徒來，把屍首領去埋葬了，就去告訴耶穌。簡略查經14章1至12節。希律殺害施洗約翰，這是施洗的約翰從死裏復活，所以這些異能從他裏面發出來。希律王小希律說這話的時候，施洗約翰已被他所殺。這句話是希律王對耶穌的名聲而作出的反應。他這樣的說法，可能是受法利賽人對死人復活的教導影響。施洗約翰被希律王所殺，主要原因是施洗約翰指責希律王娶弟婦希羅底這段婚姻是違反律法的奸淫。引述利未記20章21節：人若娶弟兄還沒有死亡的之妻，這本是污穢的事，羞辱了他的弟兄，二人必無子女。希律王對施洗約翰的評價是正面。引述馬可福音6章20節：因為希律知道約翰是義人，是聖人，所以敬畏他，保護他，聽他講論，就多照着行，並且樂意聽他。最初希律王只是將施洗約翰下監，但後來希羅底設計將施洗約翰殺掉。查經14章13至21節。耶穌行餵飽5000人的神蹟。13耶穌聽見了，就上船從那裏獨自退到野地裏去。眾人聽見，就從各城裏步行跟從他。14耶穌出來，見有許多的人，就憐憫他們，治好了他們的病人。15天將晚的時候，門徒進前來說：這是野地，時候已經過了，請叫眾人散開，他們好往村子裏去，自己買吃的。16耶穌說：不用他們去，你們給他們吃吧。17門徒說：我們這裏只有5個餅2條魚。18耶穌說：拿過來給我。19於是吩咐眾人坐在草地上，就拿着這5個餅2條魚，望着天祝福，擘開餅，遞給門徒，門徒又遞給眾人。20他們都吃，並且吃飽了，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來，裝滿了12個籃子。21吃的人，除了婦女孩子，約有5000。簡略查經14章13至21節。耶穌行餵飽5000人的神蹟。退道，只逃避，目的是避免法利賽人謀害他。野地，指沒有人居住的地方。這個神蹟敘述耶穌基督對人的憐憫心和他供應的大能。魚和餅是當時每日的主要食物。神蹟不但餵飽5000人，還有這5000人以外的婦女和孩子，還剩下12個籃子。這餵飽5000人的神蹟容易使猶太人聯想起舊約出埃及時，神在曠野餵飽他的子民。查經14章22至33節。耶穌在水上面行走的神蹟。
22耶穌隨即催門徒上船，先渡到那邊去，等他叫眾人散開。23散了眾人以後，他就獨自上山去禱告。到了晚上，只有他一人在那裏。24那時，船在海中，因風不順，被浪搖陷。25夜裏4更天，耶穌在海面上走，往門徒那裏去。26門徒看見他在海面上走，就驚慌了，說是個鬼怪，便害怕，喊叫起來。27耶穌連忙對他們說：你們放心，是我，不要怕。28彼得說：主，如果是你，請叫我從水面上走到那裏去。29耶穌說：你來吧。彼得就從船上下去，在水面上走，要到耶穌那裏去。30隻因見風甚大，就害怕，將要沉下去，便喊着說：主啊，救我！31耶穌趕緊伸手拉住他，說：你這小信3640 little faith 的人啊，為什麼疑惑呢？32他們上了船，風就住了。33在船上的人都拜他，說：你真是神的兒子了。簡略查經14章22至33節。耶穌在水上面行走的神蹟。耶穌常常退到野外，目的是要安靜禱告。因風不順，可能是指逆風或強側風。當時耶穌在山上，門徒在海中的船上。是我，Ego-Eimi，是舊約出埃及記，在何烈山摩西問神時，神啟示自己的名字。引述出埃及記3章14節，神對摩西說：我是自有永有的 Ego-Eimi。彼得回應稱耶穌是主 Kyrie 2962輪，是稱他為基督彌賽亞。彼得起初能在水面行走，不是出於自己意念而來的能力，而是出於耶穌一句帶有權能的話：你來吧。彼得因着忠信4102 faith 回應基督的吩咐，踏出水面。可是當他看見風甚大的時候，他的忠信4102 faith 便動搖，從回應基督的權能話語轉向自己的能力，便沉下水裏。基督不會因為彼得的小信而失去基督的能力，而只是收回應許彼得的權能。敬拜，這類用詞是指對一個在上有權的人下拜。神的兒子，不但是指那位要來的王，也強調他與神的關係。查經14章34至36節。耶穌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34他們過了海，來到革尼撒勒地方。35那裏的人一認出是耶穌，就打發人到周圍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帶到他那裏。36只求耶穌准他們摸他的衣裳繸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簡略查經14章34至36節。耶穌治好革尼撒勒的病人。同樣地，出於人對耶穌的忠信和耶穌的允許，病便當都好了。預告：為何迦南婦人認做狗是大信心？馬太福音15章1至16章12節。門訓系列馬太福音19。為方便閱讀相關單元，你可以選擇不同嘅播放清單，請按咗下角黃色嘅標誌，按播放清單。
播放清單分類。基礎單元01至04，一次得救永遠失救的福音，係聖經啟示關於屬靈世界真實嘅一面。神嘅計劃係如何揀選、預定、赦罪並稱人為義。撒旦計劃如何迷惑同埋破壞。適合深度研讀聖經者。基礎單元05至11，真正的信仰、真正的信心。4102 faith 係聖經啟示嘅真正基督信仰，真正能進入天國嘅信心。4102 faith 應該係點樣？適合中度研讀聖經者。門訓系列馬太福音00，係按基督吩咐嘅大使命，查考4卷福音書，基督親自教導嘅一切。首卷查考嘅係馬太福音，先求他的國、他的義，辨別真假信仰。適合水禮後嘅研讀聖經者。由於所有單元都係以屬靈的話解釋屬靈的事，以聖經解釋聖經嘅原則，係以正確解讀神頒下嘅話語為學習目的。同一般靈修式嘅個人分享唔同，讀者要按自己對聖經嘅理解程度，選擇適當嘅清單，並按自己嘅理解能力，需要時重溫。單元一般係40分鐘，係2星期嘅學習單元，自己選擇如何分段和重複溫習，達至完全明白神嘅話語、神嘅心意，作討神喜悅嘅門徒。選擇喜愛嘅播放清單。馬太福音大綱分為12部分。第1部分，敘述呢位天國嘅宣告者彌賽亞基督1至4章。第2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登山寶訓5至7章。第3部分，歷史敘述。神蹟篇8至9章。第4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差遣篇10章。第5部分，歷史敘述。拒絕耶穌係彌賽亞嘅事實同後果11至12章。第6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嘅8個比喻13章。第7部分，歷史敘述。與猶太人政治宗教領袖嘅衝突，和耶穌藉教導及神蹟堅固門徒嘅信心14至17章。第8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天國群體嘅規則18章。第9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從加利利回耶路撒冷路上所遇見嘅事件和教導19至20章。第10部分，歷史敘述。耶穌在耶路撒冷嘅侍奉和教導21至22章。第11部分，基督親自教導門徒嘅講論。論末世及末期嘅預言和審判23至25章。第12部分，歷史敘述。彌賽亞王被釘死、復活及差遣26至28章。